你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信诗第2首，请起立吟全首。咱犹原徛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陵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用安尼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启应。行为无通指责。坐下这款的人有福气，听听上主的教示，专心找求你啊！坐下这款的人有福气，少年人就安怎生活纯洁？要遵行上主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祈求你，求你互我学偏离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照你的应允，互我恢复元气。求你互我行
无虚假的道路。求你使阮甲使我你的律法，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照你的话赐我活命。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对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互我通学习你的规律。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早就伫苦难中灭亡。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规日哪念哪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愿望得的人嘛会了解，你的公义线到永远。你的律法真实。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和平甲万项好命的源头。我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喙大声唱歌来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也感谢你拣选阮加做你的家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阮徛，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有拄着困苦的时，你就用只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的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一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有时也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名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侪顺服的人，伫厝内诚侪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侪一个和平人民的人，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侪侪人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快来，今仔日就甲阮的洪牧师同即个潘牧师同在，互伊所讲的话道理大有快来，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更生团契主日，欢迎咱的潘志豪牧师驻监牧师前来本会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姊妹踊跃奉献到台岛。第二点，本主日各州礼拜举行7月份庆生会，祝各位寿星健康长寿。福杯满溢，本会以全年的理念表达这个祝贺第三点，小会公告，对7月初1起，咱教会有聘请黄进德长老退任为本会总干事兼管理员，负责维护本会甲敬拜中心各项设施、环境甲协助各项聚会活动的安排。愿主赐予一切福事，拢顺利蒙福。敬请兄弟姊妹台岛。第四点，7月初8，就是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家庭探访。因为有高北区长职联谊会要暂停一届。第五点，本会7月份定期中职会定于7月23召开，地点是美容。敬请所有的中职到东港办公室来报名，以便才安排车辆。具体的消息，合作社第一小点，社员消费性利率贷款15万，年利息是3.6。第二小点，社员伫军公教仅贷款30万，年利率嘛是3.6，到11月30。疫情查止。第二点，
咱的陈牧师甲咱的牧师娘伫6月20到7月初10请这休假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来休困，求主保守因出入平安并且带倒。第3点，陈连牧区伫本主日的12点，伫地下室小会议室召开小组长会议，并且小组长出席参加。第4点，社青、协青、儿童牧区伫即个8月初5，就是拜六下晡4点半到8点，伫即个敬拜中心举行木木亲子嘉年华活动，有美食、福音解签、文创、农牧商品，个草地音乐会，阁有摸彩伫现场使用原邮件无接收现金，费用是250块。即日起，假使讲有买的人就优待200块，了阁有120张，了就恢复250块告解消息，请牧师。这大平安。咱高雄中会93届第2届议会，伫7月初4，就是拜二上午9点，伫坚定教会召开。我甲何牧师甲咱的第2长老前往代表教会参加，敬请咱兄弟来带导。第二，有报名高雄中会高北区中级联谊的中级，请伫7月初8上午8点伫教会坐车一盒坐车第3点，总会平安基金会伫8月12上午8点到下晡5点，8月13中昼12点半到下晡5点举行志工甲进阶训练的课程伫高雄宣教中心。咱假使你过去为做彩虹志工，也是其他单位做志工的欢迎你来报名参加。这志工训练了，你若有摕到这个志工认证一个志工时数的一本簿你的时数到某一个阶段，你若去国家公园你国家互你门票免费，你就会当就国家公园，比如讲垦丁也是阳明山种，就拢会免费但是你的服务时数一定要到某一个时数一个标准，你才有达到这个机会。第二过来就是讲咱的丽香姐妹昨下晡伊的先生杨火木先生昨过身咱杨来旺对，杨来旺杨来旺杨来旺先生昨过身，咱为着这丧家以及筹备这告别式一切来祈祷，为着丧家来祈祷多谢。请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伫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第10节。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第10节。白话语是173，台语是175，和合本是214。因为咱遥久软弱的时，基督到期替有罪人死，因为伊替义人的死，恶得有替好人死，检采有人假。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遥久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何况家己已经伫花得着亲做伊，要对伊得着救，免得迄个受气咱犹原做对得的事，对伊的囝的死得着甲上帝搁好，何况已经搁好，要伫伊的活得着救。上帝祝福伊的话。俄勒，请上年圣歌队。
黄先生生日快好乐！，咱7月份的生日的寿星，请咱起立无？那你7月份生日的，有7月份生日的无？哦，7月，咱。好，咱三个来祈祷。主感谢你，伫阮的中间阮7月份的上星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祝福因日日领受上帝你喜乐的生命，逐工欢头喜面。祝你祝福因身体哪样行，为上帝哪做工。愿上帝你受恩祝福阮的上星，以主你面前领受一切恩典，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请上面信国队好了。
道，请咱的潘牧师伊的题目是天父无限的疼。另外这大平安，真欢喜过去年咱教会做真好服侍的潘牧师这帮代表敬信团契主任主讲的牧师的身份，来咱转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咱热烈来欢迎咱潘牧师。两位兄弟，看到遮济头章，我足欢喜的，因为伫内面拢是白头光头安尼吼。我伫咧想讲，为虾米是我去做家乐的事工，我伫想无吼。你讲，牧师有好调吗？其实我真诶吼，阁是无虾米好调呢。你讲，有听到上帝写讲去做家乐的事工吗？无呢。但是有一天早起来，我咧照镜的时阵，我就想讲，就是我去上适合。然后适合到什么程度呢？适合到我感觉我家己伫迄个所在真如鱼得水。所以第一届入去高雄家港的时阵，第一届入去的时阵，原本是心内真紧张。经过一个门铁门的时阵，我心内我就开始唱歌，唱一条歌叫做“歹路毋通行，毋通做歹行”。真正，入去的时阵有人去迄家港？当然无啦所以讲去的时阵会感觉讲。真正歹路毋通行因为伫内面失去自由然后伫迄个所在的环境当然是无好啦真小热然后足侪人去做伙早起的时阵，因就是伫工厂做事。然后我上关心一个点，就是因的饭菜有好无？恁会想要了解无？去种真好奇嘛，对无？所以因食饭的时候，我就紧去看因食啥物安尼我赶紧看因食啥物。然后是真正无好啦看起来是都真无好食安尼所以讲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讲，去迄个所在，一定爱需要有上帝无限的疼，才会当去遐来服侍。为虾米？因为咱伫教会当中所拄着的兄弟，我以前辅导的，无就是升学，无就是就业，无就是婚前辅导。但是去家乐内面辅导对象，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不然就是毒品买卖。所以我们的辅导的难度其实是在往上增加的。所以讲，我就是想讲，咱所拄着的对象是安尼，甲咱教会完全是无共款。所以真正需要上帝无限的疼，才让咱去包容遮个足侪犯罪即个跋倒，然后做足侪人看起来足可恶的代志的人。咱真正需要上帝无限的疼，才会当包容，才会当赦免，所以人的疼是有限的，总是上帝的疼无限。伫旧约当中赦免人，就是爱赦免失败。总是耶稣基督的教师是70个失败。在伫旧约当中，所有的物件拢是有限的。伫即个人欠钱爱还嘛是有限。土地嘛即个咧用嘛是有限，所有拢是有限。所以伫所罗门王伊写的箴言内面讲，即个生有时，死有时，即个财政有时，收割有时。然后笑有时然后低哭有时，啥物拢是有时总是伊减一句，就是上帝疼咱不管时就是不管啥物时阵，上帝拢疼咱。伊设立即个天地，就是要互咱享受伊所享受美好的即款的滋味。上好的滋味就是自由的滋味，但是即个自由毋是无限制去放纵去享受。是伫上帝的恩典当中，
是伫上帝的管教当中，是伫上帝的即个看顾当中来去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即款的自由。所以常常咧讲一句话，自由毋是讲我想要做啥就做啥，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自由是我无想要做，我就无爱做；我无想要食，我就无爱食；我无想要啉，我就无爱啉；我无想要做，我就无想要做歹，我就会当莫做歹。做是即款的自由真无简单。就算讲保罗伊家己嘛讲，我想要做的好吼，我做袂到；我无想要做的歹吼，我阁偏偏去做，我真正是足痛苦。我嘛会当了解，我无想要食的巧克力，我嘛硬甲食落去。我明明已经食饱，我阁要食一个布丁，我真正是足痛苦。我真想要减肥，总是呢，哪拢减袂落来。所以，我想我是当真了解肉体即款的无自由。心的即款无自由，无受到管教即款的无自由，总是今仔日咱看到的经文当中，我今仔看到的经文当中，讲为着什么人死，为着义人死，为着好人死，有诶，总是为着为着咱的人的疼是有限的，咱所看的疼，咱所看的即个爱，拢是无完全的。所以早前一个女的学生，一个大学生。爱着较惨死呢，互骗去柬埔寨，妈妈安怎甲叫，逐日安怎甲叫，讲转来哦，转来哦，紧转来哦，去遐真危险哦。叫伊讲一句话讲，除非我的男朋友甲我做伙转来，无我就要甲伊做伙伫遮，无管是虾米款的情景，我要生要死，我拢甲伊做伙伫即个所在。这毋是爱着较惨死吗？因为伊是爱的方式是毋对的，伊爱的迄个人是毋对的，所以伊爱即个方式，伊会放杀伊的即个爸爸妈妈，然后伊牺牲伊家己，大家拢知影，凶多吉少嘛。但是上帝教咱是爱的，疼咱的方向是对的。上帝教咱的疼是即个是正确的。所以无限的疼，毋是讲爱着较惨死，我爱你我就跟你去，毋是安尼。上帝无限的疼是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当咱搁软弱做上帝对敌的时阵，伊就为着咱钉伫十字架顶洗清咱的罪，然后互咱会当有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新的稳定。所以我要问一句话，就是讲时间敢毋当改变一个人？所以阮的即个根生精神团契的即个发起者，就是陆国栋。典狱长，伊退休以后，一个毕业朋友来问讲，敢有人关足久，结果出来性命改变呢？伊想足久呢，伊想足久，毋是无啦，但是足少的。所以咱感觉关愈久，这人会愈乖吗？无可能嘛。关愈久，这人会愈乖，咱讲愈乖愈大尾，力气敢若正烧。犯罪的人带做伙。伊逐工都咧彼此切磋，敢毋是？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因愈乖出来，因的性命敢会改变？时间过愈久，关愈久，因敢会性命会改变？无可能嘛。就亲像我讲的一个故事，讲一个老人伫公园内面拍太极拳，拍太极拳，看起来慢慢松松看起来姿势足好看。叫这一个少年的伫边仔看足久，看甲戆神的呢。伊就过去甲问讲：阿公，你几岁？我80几岁。我看电影迄太极张三丰你亲像飞人会飞出去。我用拳头甲拍的时阵拍巴肚，迄巴肚会甲拳头吸入巴肚内面，然后巴肚出来的时候，我会飞出去。迄真正有影吗？人讲真的。真的真的我已经学这个太极拳学差不多40-50档去啊！我甲你讲，学这太极拳偌好诶！无你若毋信，你用你全部的气力整我巴肚。迄少年讲：无可能啊，我毋敢。来，少年诶，有胆来拍我巴肚。我知影号做啥物？号做中国5000年即款的功力。老祖宗的智慧，来拍！真个我拍落后，就用全部的力。我是有咧学举重的呢，
不要紧，啪，结果迄个少年真正，一棍落去，赔60万。毋是好人变歹，是歹人变老的，变老去。对，所以讲时间敢会当改变一个人，无可能嘛，哪有可能改变一个人？所以我一去的时阵，拄着一个欺负女性的，就即摆足流行的这 Me Too 这个运动，伊欺负11个女性呢，关37档呢。我去甲伊协谈的时阵啊，伊是因为讲伊伫内面假释一直无过，然后伊想要自杀，教会师就讲：牧师啊。你甲伊讲一个好无？互伊安静心咧听候，关37档啊嘛，搁煞安心听候。所以去的时阵，伊就甲我讲：牧师啊，我已经申请假释17摆，未过。我今年70岁，我身体搁臃肿，我出去过人照顾我家己。若是你无爱互我过，你要甲我关甲死，你就甲我讲，你莫互我申请，莫互我有愿望，莫互我一直申请假释，一直咧听候。我真正挡袂牢，我真正足想要出去，我真正认罪悔改，我真正足想要得到自由，我真正。然后我来讲，你爱有听候。你也有耐心，已经都关于37档啊，34档啊，我关于剩3档，无偌久你都会当出去啊。伊甲我应讲，无你来关看觅啊，34档，搁3档咧，搁3工你又挡袂牢。我也讲，你都爱有耐心。耶稣基督。对咱嘛是真有耐心啊！一届搁一届听候咱认罪悔改，一届搁一届听候伊的囡仔回头，有耐心，好无水的为你祈祷。这是伫有饼有足侪人咧看爱，然后有捏饼机咧念影我所讲的话。总是我心内所想的是，出去我就甲你掠死。真正有认罪悔改吗？遮可恶的人，遮讨厌的人，你真正有认罪悔改？欺负11个女性，真正若是我我这是我心内话啦无人听到我心内，我伫遮咱家己人嘛我算讲我有像我的厝嘛算讲我后头厝，所以我会当讲真实的话我讲你若出去，我甲你落的时，我若法官判你判甲一甲死安尼。但是这个人伫5月份、4月份的时阵假释呢，然后搁安排到阮金星团契的中途之车大呢。我讲上帝较会安尼，我小种讨厌即款人，结果搁互我拄着伊，但是。我就是为着即款人去迄个所在，预防伊搁再犯，预防伊搁再犯罪，预防伊一再犯罪。所以时间无都改变人，时间过愈久愈无多，总是有上帝的听介入伫咱的生命当中的时阵。才有可能改变咱的生命。所以牧师伫咧讲，改变有2种，一种是变老，完全拢毋免做啥物代志，坐伫迄个所在一工啊，你就慢慢啊变老啊。但是另外一种的改变是啥物？心内咧变化更新啊。虽然外在咧变老，总是咱的心。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愈来愈更新变化，所讲的话语愈来愈有智慧，所做的代志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咱所看、所讲、所行，
大家拢会当感受到讲啊，即个是基督徒，即个我真爱甲伊做伙，即个身躯有耶稣基督的芳气，我会当伫伊的身上得到智慧，我会当伫伊所做得到安慰，我会当伫甲伊做伙的时阵得到好的成长，这就是内心的更新变化嘛。所以，就是基督徒的成长的方向是，耶稣基督迄个方向成长。当耶稣基督顶伫十字架顶，看到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的时阵，我想讲，我算啥物？我嘛定定咧共定罪，我嘛无比好到啥物所在。我定定咧想即个代志。当我去伫结束我伫即个家教的服侍，行到上路尾迄个门的时阵啊，我就想要。手去伊等遐等的时候，我就想要手吼去掠伊个门，跟去遐话讲，赶快放我出去安尼啊！因为伫内面真艰苦，伫内面充满就是即个无想要思考迄款的感觉，无自由的感觉，然后明明内面有足侪情绪，但是大家拢甲缀掉的。这是天父上帝无限的听，伊就爱甲咱讲的是因为。咱入去的时阵，我入去的时阵，伊会看到无共款的人。伊有甲讲，牧师，你若是逐工看到穿共款的衫，拢剃共款，两光头的人，你看到别款的衫的色的时阵吼，你会足欢喜。你看到迄头长长的人，你心内会足感动。你若是讲吼，迄饭吼拍开看到外口的冰冷大字，讲客人写过去的时阵，心内会欢喜足久。我讲会是呢，真正是安尼。我伫内面乖3、4点钟，我就足想要出来啊。都是算讲因伫遐乖几落10冬，迄款的感受真正互人绝望。所以上帝无限的听，就是介入伫上人有限的时间当中，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定定拢是伫有限的时间去做戆代志。总是上帝的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伊流出的宝血，洗清咱的罪，互咱介入咱伫咱生命，互咱生命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更新团契有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叫做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不要让他们再犯罪，互因会当真正伫内面得到改变，互因真正会当伫内面得到改变。我一直咧想，伫内面有足侪教会师、心理师、社工师、个管师、医师、精神科，各种无共款的专业伫内面，就是要互因得到生命改变，互因莫阁犯罪，互因出来会当真正认罪悔改。总是法务部的即款的法务部啦吼，法务部嘿，我咧安尼讲，你听有无？有吼，法务部吼，法务部的即款的因家己的统计，七成的人伫家教内面，即个换过即个，即个换过迄个，定定咧自回锅肉，定定出来无偌久，就搁犯罪，搁转去，定定出来无偌久，搁犯罪，搁转去。为虾米咱开足侪时间去教化？为虾米因开足侪时间无共款的专业的人去协谈？为虾米无路用？因为人的财目、人的听心、人的时间、人所有所讲的财目完全有限啦。面对遐尼大的歹，面对遐尼大的罪恶，面对遮尼大的即个思想的偏差的时阵，咱无法度用正确用人一般人的想法去辅导、去帮助、去教示。所有的即个因的教会师甲我讲一句话。讲选总统吼，若是吼，人问我讲要选互啥物人？若是一个总统伊愿意执行死刑，我都甲票投互伊。你看因讲即句话时阵是心内是偌艰苦，迄因所做的代志是无往忙的代志嘛。一个辅导山无偌久，我看到伊。出去，搁入来；出去，搁入来；出去，搁入来。
迄感受真痛苦，一直咧做无采工，做无导用的代志。所以为什么需要咱？因为咱所讲的，伫金星团契过去10几冬，伫高雄、伫家家内面所服侍的，是有效的，是有效果的。有真侪同学受训人，因的信耶稣以后，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伫高丽界，你若有机会去的时阵，你去看倒手边为咱采一个四字架经的礼拜堂伫迄个所在，就是因相信耶稣基督会当改变人的生命，因为因相信阮所讲的、咱所讲的、咱所上的是有效的。所以我伫内面毋单是负责个别辅导尔，我伫内面阁开一个班，叫做新生命班。新生命班就是互对教会、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人，因会当来上。所以第一届去的时阵，我上迄班已经要结束啊。期末我去上，就是遐个人上课的时阵咧读书、咧困、咧开讲、咧讲话。因为疫情结束以后，因要来叫人来上即个班，无容易，所以因是用点名的。即个看起来真需要去上课，因就点名来。迄个无意愿来上课的遐个人来上课，结果是安怎？伊无兴趣，伊就来困，伊就来开讲，伊就来迄个所在，就是得打发时间就对啊。因为因若是来遮，伊就免去工厂，哭安尼啊做8点钟啊，来即个所在真轻松，坐伫遐听课就好。做是到顶个月5月份的时阵，课结束以后，我讲爱来招生啊，因为安尼个因家己点吼，即个效果无好，然后我就去工厂内面招生。因的工厂真大吼，100几个人咧做伙咧做事。我去的时阵，我就讲各位同学大家好，伫内面拢讲同学，为啥讲同学咧？同学就是讲因学做人，学生活，学安怎甲人有正确的关系，所以讲同学。我讲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高雄家乐助教牧师潘牧师。我有2个好消息，第一，新生命班开始，新生命班是拜5早起9点到11点。但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的同学，会当甲恁的主管报名参加。多谢，讲煞我就离开。牧师第2个好消息，第2个好消息就是拜5下晡，阮会开恩典班啦。恩典班就是你洗礼过，有去过教会，你会当来，佮对信仰佮进一步想要来了解的时阵。你会当来恩典班，然后都爱有技巧哦。就讲想要参加新生命班，才举手，因为工厂当中嘛。若足侪人举手的时阵，即个工厂因来是报伤少人吼，因家己歹势，所以讲想要来参加新生命班的，请举手。结果举手拢无几个人呢。到拜3的时阵，伊教会所甲我讲。牧师，即届参加新生命班的人可能11、12个尔哦。我讲不要紧啦，有来就好。咱若是甲伤侪人调走吼，因工厂嘛无法度做新的，有来就好。结果到拜5的时阵，第一届上课来31个同学，拢是对教会有兴趣。然后第一届我讲，迄无意互点名来。即个上课的遮个同学，竟然有6个洗礼，正做基督徒。然后伫恩典班的时阵，恁约恩典班吼，遐基督徒犯罪入去加的人是多啊少？恁对家己遮无信心？早起新生命班是12个，下晡报名恩典班的。13个，我教会所讲原来基督徒犯罪，甲一般人犯罪差不多尔，我阁加一个。伊讲无的确是安尼啦，
因为有个人是伫家国内面受洗嘛，会记得我讲我伫遐洗礼洗6个无？会记得无？对无？所以伊伫家国内面洗礼以后，因就会当刷来报恩典班嘛。总是你问我，牧师，你伫内面有拄着基督徒？有。细汉伫教会大汉，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社青团契，然后新人伫教会当值，然后犯罪、足恐怖的罪，坐监，判20几档，有读过神学院的无？有医生无？有啊。中医师、西医有。官员无？有。什么款的人拢有可能犯罪？什么款的身份拢有可能犯罪？总是咱甲别人无共款，就是咱有信心伫咱内面提醒咱家己，咱的生命是有限的，咱是罪人，咱需要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拯救，咱需要耶稣基督来帮助咱，互咱会当过着一个真正提醒家己无犯罪的生活。毋但是无犯罪，更加都爱活出耶稣基督无共款的模样。所以，我去辅导一个互我印象足深的，这个人毋是基督徒，总是伊读圣经。教会师甲我讲，牧师啊，刷落来即个歹牌就是足歹教化的，伫内面敢若啥物人拢无拄好，足够申诉，一天到晚咧申诉，感觉家己足伟大的。这个教会师甲我讲，牧师，即个爱交互你。这个人非常非常恶心。你若是甲伊讲话，10分钟你感觉足恶心，讲袂落去。你甲阮主管讲，阮甲带走。然后你会当出来，咱讲换一个，不要紧。我讲真正遮恶心，足恶心。伊是犯啥物啊？伊欺负家己的查某囝，10几档，佮翕影片。要关的时阵，佮讲，迄影片爱摕来互我检查。我出家的时阵，我搁要看。教会师是真好的人，真温顺。虽望还袂信耶稣，总是伊真温柔。我第一摆看伊讲话，讲到一个人家己切气，伊讲足恶心。我已经辅导伊10几档，足恶心。即个拜托你，叫你去坐落来的时阵，我就入去的时候，我就问讲，教会师，我偷偷甲你问，遮恶心的人，哪无人甲修理？对嘛？你有看过《监狱风云》嘛？有看过周润发？哦，我又来到苦窑里，偷偷甲拍你对无？叫伊甲教会师甲我讲，牧师伊汉草比你较好呢。我讲哦，安尼哦，安尼我就爱较客气。好，然后吼，去坐落来，伊就甲我讲，悬啦，看起来吼斯文啊。伊就讲哦，牧师啊，迄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吼。本来就毋通食，上帝讲毋通食。我讲，为什么毋通食？伊讲，狮仔食羊自然啊，但是咱看 Discovery 时，感觉羊足可怜。羊食草，咱才会管制。讲遮若食了，后一顿无倒所在好食，佮管去别个所在。咱拢要破坏自然啊！咱若是有迄个欲望，咱甲完成嘛。为什么袂用诶？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袂当食，上帝讲了有道理。我就甲问，我就甲问讲，即个
伫一个老酋长吼，伊心内有两只野人啦，一个好，一个歹，两只咧相加。啊，这个老酋长就问伊的孙讲吼，孙啊，我这两只野人哦，相加，毋是野人也有啦，是野人，野人台语安怎讲？野龙啊，野龙，好野龙，相加，搭一只赢。结果伊孙讲，我毋知呢，两个拢是野龙，啊拢足歹，啊拢足重，啊拢足悬，啊拢足搞笑看，嘿，我毋知呢。阿公，你甲我讲，搭一只会赢？甲阿公就讲，我定定养饲伊只会赢啦。吼，你若是养饲歹的，歹的就赢；养饲好的，好的就会赢。所以我就甲问，你养饲的是搭一只？伊讲，当然嘛是好甲歹拢是家己咧做主意，敢毋是？讲对，就是安尼。伊就甲我应一句讲，牧师，我甲你讲啦。所有的慈济，所有回收，所有遐大师来甲我讲，我讲无10分钟啦。因为伊讲袂过我，然后伊甲我讲一句讲哦，所有的宗教拢是劝人做好的啦，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讲你讲一句真好，但是你所讲的好是安怎来去界定？安怎来去界定讲是好？咱去甲放生金刚眼镜蛇。结果吼，造成生灵涂炭，自然的这个浩劫，你感觉这是好吗？咱看到迄足侪放生团体把淡水鱼放生到大海里面去，几万条的鱼仔随死，这是好啊歹？所以讲，若是你要照你家己去定义好啊歹的时阵，这是上大的问题啊！就讲，人的欲望若是起来的时阵，我甲你讲，我就无欲望，我就升华我甲阮查某囝的关系，升华。我就毋是讲爸爸甲查某囝的关系，我就毋是讲情人甲男女朋友关系，我就已经升华起来。我讲哇，你升华，但是你有问过恁查某囝愿意甲你做伙升华无？我讲一个故事，一个老和尚甲伊的徒弟伫河边，看到一个妇人人要过溪。溪水真急，然后溪水真深，伊要过溪真危险。然后老和尚甲挨起来，过溪以后，伊看到伊的徒弟真无欢喜。到暗时因要困的时阵，伊就问伊的徒弟讲：“你有啥物无欢喜？”伊就讲：“老师，你讲我袂当，见女生，但是你甲挨起来。”你犯戒，叫我回想伊个老师来讲哈，我过河以后就甲藏落来，你即马搁甲歹的哦。我讲你即马搁甲你的罪恶歹伫你的身躯呢？虽望你的查某囝受到隔离，总是你搁想要看影片，总是你搁咧想这个代志，你无想到你的查某囝以后要安怎生活？你无想到？你歹的毋是你的情欲，你歹的是你的性命的重担，你才会罪过，才会伤害人，才会罪过。你为什么伫这个所在你无了解呢？伊就甲我讲，啊老和尚过溪，伊甲放落啊。我讲你较确定老和尚过溪就甲放落来嘛？你敢较信？总是有足侪方式会当帮助这个妇人过溪，为什么一定要甲歹起来？为什么你一定要照你家己的方式来去决定别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伊讲煞，我刚讲40几分钟，然后伊开始我讲有改变无？我就问教会师过一礼拜，教会师讲哦，变足安静哦，要黑白申诉，但是有写一张批，互你，伊讲要甲你辩论上帝的公义。伊讲吼，下一届佫要点你甲伊讲话，安尼嘛好啦。伊将伊全部的气力去针对你所问伊的问题，我讲嘛好啦，我会当甲伊佫继续来辅导伊，继续讲。灵魂先生，真正足需要上帝无限的听，真正足需要。
面对这个人，真正就需要上帝的疼。所以，人用人的方式、人的智慧，用所有的专业去看，是无路用的。伊若是较信，家觉嘛是较信，需要宗教，需要上帝的开力，这个人较有改变的可能。咱拢知影，咱需要上帝的疼。伫我拄着真大的困苦、真艰苦。2021年，阮牧师娘开始生病，我已经毋知影讲阮出院、住院、出院、住院几工啊，几届。伫2021年住院100几工，然后出院、住院、出院、住院，受到油松教会刘英兄姐真大的包容。有时你会看有牧师看到我忧头革面。有时你感觉我讲道怪怪，敢若无啥慢；有时你感觉讲，牧师你哪会讲无啥真心；有时哪会看到牧师一个人，你敬拜的时阵，咧唱欢喜的歌的时阵，咧流目屎。因为我受到所侪兄姐无会疼，我也感受到天对天父无限的疼，所以我即马会当有勇气行伫监狱当中，因为我都是受到上帝包容，受到兄姐帮助，所以我会当带着这份的祝福来去到监狱当中，用上帝无限的疼，用兄姐对我的包容来帮助才会行着落去。愿主怜悯，愿主看顾，愿主也帮助。真正互监狱当中遮个人，因真正将明白上帝，认罪悔改。我需要大家为我来祈祷，咱大家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用无限的疼帮助阮一旦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头前，透过你的包容，透过你的疼，阮搁一届会当勇敢来服侍。帮助所有兄弟会当领受天父上帝无限的疼，也帮助阮会当行出这款好的疼来。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回应诗379首，请起立吟全首。我
咱即是有缘徛咧，咱为着建成团契这感觉的福音时光来祈祷，毋茫通过咱建成团契团队帮助遐捌做过毋对的人，袂一错再错，互因会当重新做人。咱为着建成团契福音时光来祈祷，咱也为着朴师伫遮的服侍来祈祷，求上帝互伊搁较侪智慧能力帮助这受刑人会当重新改变。咱也为着咱的牧师娘朴牧师娘的身体来祈祷。过去咱的兄弟一个人关心牧师娘的身体嘛，将帮助因吼。咱这听心持续不断来帮助灌顾为着因祈祷。咱为着咱所领受的毋茫上帝，互咱有无限的听来听咱周围所有上帝听的人。咱三个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所有在你面前来祈祷，主你使用你呼召建成团契这个组织，互这个团契的这个组织的成员无论因的团队还是因的同工，主啊，你手术因开力，互因所做的让正做感觉所受刑人的帮助，互因伫感觉虽然来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总是因会让中间有缘有上帝你福音的临到，互因会当听见，互因重新悔改，互因无搁一摆一错再错来重复伫你工作内底。主啊，你是阮带领主你祝福黄牧师，黄牧师有上帝你的规律，互伊所做的工，主你真坚固伊，主你互黄牧师有智慧，伊的工作中间所做的工，拢要正做受益人。重新改变的帮助，愿主你是阮带领牧师娘，伊的身体会让愈来愈勇壮，愈来愈有规律，愈来愈健康。主啊，你帮助牧师娘，伊的身体会让有上帝你的恩膏，上帝你的祝福，互伊会让恢复健康。像前你创造伊时会健康的培养，愿上帝你是阮带领，主你祝福阮，互阮的教会，阮的兄弟姊妹。我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听遐所需要阮关心的人，互因得到帮助。愿主你是阮带领调祈祷，是阮调上帝。愿感谢你，以你的恩典中间你安排建成团契主任主教牧师潘牧师，嘛是过去阮遮做真好服侍的潘牧师，而且分享建成团契所服侍的时间。主啊，你帮助，互建成团契这个团体会让通过福音入去工作内底，互这个捌做毋对、受法律制裁的这个兄弟，通过福音，互因有机会来悔改、重新做人，无搁犯罪。主你也帮助牧师娘，互牧师娘身体愈来愈上帝你的医治祝福，互伊身体愈来愈健康。主你也带领帮助阮周围真侪世俗的人，灵魂还未得到救恩的人，主啊，因需要耶稣你的听，需要阮的听。主你加添阮规律，互阮咱领受上帝你的规律来听因，来传福音互因，互因甲阮共款，伫主的恩典中间领受你的救恩。阮将阮所事工祈祷的交托你，愿上帝你感觉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奉献，请祭司来收奉献。
是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冕旒，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诚侪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祷车欠397首。王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